欢迎觀眾朋友再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節目每一個單元帶下來對啦天樣哦來看嘅韓國嘅轉型正義，韓國相關嘅產業同台灣咁有可能做得起來麼？今日呢請到嘅來賓係經濟太好國際關係中心嘅蔡正甲教授，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當然就是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算是有點輕鬆，但是我們還是有一點嚴肅。當然就是說我記得我自己在以前都不會去看韓國電影，對。但是前幾年我看了一部叫《失速列車》，後來就《與神同行》，再就是最近的《北風》。那其實韓國電影這幾年好像發展得非常強勢，甚至超過了本來就是對日劇的那種票房，他甚至有人說它堪比好萊塢。對。那教授你怎麼看？其實那個要看那個最近的一個，要看最近韓國的一個電影哈，為什麼票房好像都超過了一個日本的一個電影？我們過去在看，除了好萊塢之外，我們大概台灣最喜歡看的就是日本的一個電影。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韓國的一個電影已經開始慢慢的一個追上日本的電影，不論在票房或是它的質跟量哈。那其實呢，這個跟那個韓國呢，從2000年之後所推的一個韓流哈，就是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關係哈。我們可以看到，它剛開始是利用韓劇，那我們可以看到韓劇在最近這10幾年以來，早就已經超越日劇了哈。然後接下來它的第二階段就進入了所謂的一個電影的一個階段。那現在電影呢也打趴了那個日本的一個電影。那其實呢，他們在推動這樣子的一個產業，所謂的韓流，其實下面其實分成3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是韓劇，第二個部分就是電影，第3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第2單元要談的漫畫。韓國現在也積極在推動所謂漫畫。那韓國的一個漫畫在未來2-3年之後，也會成為一個什麼？也會成為未來漫畫的一個主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韓國這個有計劃的來去推動這個所謂的一個韓流，這個不是單純是只有民間的一個自主的一個行為或是自主的一個行動哈。有人說韓國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一個那個什麼政府主導型的一個什麼的一個發展模式哈。所以呢，它任何的一項的一個政策，其實呢，政府在背後其實都推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力量哈，完全都是政府的一個力量在推哈。那當然呢，他在推動這個韓流，其實他有計劃，他的一個背景就是什麼？我們都知道說，1997年韓國遭受到的一個那個金融風暴的一個影響，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那個時候的一個金大中開始來去推動所謂的一個大企業的一個品牌。我們都知道過去韓國的一個品牌非常的一個薄弱哈，但是呢，他那個時候呢就開始推動韓國的一個品牌，因為要有品牌附加價值才會高。但是呢，你一個品牌呢，光從企業來去推不夠，你必須要有什麼？你必須要有一個文化上的一個附加的一個價值，先讓你產生一種認同感。所以呢，在那個這個金大中的後期到盧武鉉的時候，他開始來推動所謂的一個韓流哈。那這個韓流呢，它的一個層級其實非常高的。我們台灣在推動所謂的一個文化產業，所謂的現在的台灣的文化影響力，大部分都是由文化部。但是韓國呢，是有一個什麼？有一個院。有一個院的一個層級，整個拉到這個國家的高度層級在推動的。對，它叫做文化振興院，它來去推動這樣子的一種產業，而且呢，在韓國的一個青瓦台裡面，它還有一個什麼？它還有一個叫做韓國文化推動委員會，所以呢，其實呢，它是整個。猶如我們現在的一個國安的一個什麼，幾乎等於那種國安層級那種感覺在做這種事情。他用國家的一個量，整體國家的一個量，由青瓦台、由總統府跨部會來去推，然後文化振興院來去主導。所以我覺得它整個力量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強。很多人在說韓國的一個什麼，現在的一個不論是韓劇或是所謂的一個韓國的一個電影，我們可以看它質跟量。都非常非常的好，為什麼？它是用錢來堆積出來的哈。有人統計過哈，一部韓劇哈，一集的一個韓劇的一個經費，台灣可以做一系列的哦，可以做10幾20集哈。為什麼它的錢到底哪裡來的？企業贊助嗎？當然是企業贊助。所以呢，這個是一個韓國跟企業之間的一個什麼的一個所謂的一個互惠性的一種結合哈。其實每一部的一個什麼，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什麼《太陽的後裔》啦，或是之前的《來自星星的
这些其实背后都是什么？都是大企业在什么在推。然后大企业推动呢，那当然呢，在它的一个韩剧里面就有什么？就有所谓的一个置入性的一种行销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来自星星的你。让大家知道说，韩国既然有什么，既然是吃炸鸡配啤酒，那我们都知道说，它所推动的炸鸡跟啤酒，其实背后就是什么，韩国大企业所经营的一些什么，所经营的一个产业。那个《太阳的一个后裔》，我们可以看到女主角，她在跟男主角在谈恋爱的时候，突然没有笔，她就用口红。然后来在石头上写，结果那个口红大卖，那口红背后就是谁？就是韩国大企业在经营的。现在都蔚为风尚了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这种置入性的行销来产生所谓的一个韩流的一个蔚为的一个风潮。所以我们不要单纯只有看到说韩国的电影。或是韩国的一个什么韩国的一个韩剧，还要看它背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哦。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的韩国的美妆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风行，这个都是韩剧所带动的。大家都想要变成宋慧乔的那种什么的一个脸庞，宋慧乔的一个口红，宋慧乔的一个粉底等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韩流所带动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附加价值，而且这个背后呢的一个因素非常非常的好玩啊，就是说金大中有一次。在看那个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的时候，他发现说，光一个好莱坞的一部电影，它的一个产值就等于是什么？韩国好几家企业结合起来，他才知道这种文化的一个什么所创造的一种附加价值。所以这种文化影像冲击力冲击到了这个当局，让他决定要来做了。对，所以他觉得决定要来去推，决定要去动。好，所以我觉得是说，那个韩国他们在推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政策上是非常的一个连贯性哦。你看，我从金大中以来，你看他历任的几任的一个总统，每一个总统上来都是在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是在推同样的一个韩流的一个产业，而且都是分不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台湾想要学习韩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政府要把整体的一个成绩给提高，然后第二个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不要说哪一个政府做了，下一个政府就没做，这样子就成为一种所谓一种断代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学习韩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要知道说韩国人家是什么有计划，而且愿意花钱，而且又有大企业在配合。我觉得那个罗马不是一夕造成的，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划来做。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韩国的这个电影发展历程值得台湾来借鉴。当然我们也看到说这几年，尤其是我们常常讲的转型正义，在韩国电影里面其实也是非常的落实，而且非常写实。包括像是前几年这个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1987年黎明到来的那一天，包括像华丽的假期，这些都在回顾韩国以前那些所谓的黑历史。对，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说？政府支持，然后民间似乎对这样的转型正义的电影的内容，他也不会去有很大反弹。如果换作在台湾，一定就会造成两派的说啊，怎么可以拍这样电影啊？怎么可以拍这样电影啊？为什么韩国做得到这一点？他们正面看待他们用电影去呈现的这段历史，他们是正面看待。其实那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电影最近非常非常多，那从之前的一个总统的一个理发师开始哈，然后陆陆续续拍出一系列的一个转型正义的一个电影，那最近就是在谈朴正熙的一个威权统治的一个时期，或是在那个所谓的一个光州的一个大屠杀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在反思过去的一个什么军政府主政的一个时候的一个历史。那刚刚主持人问说，为什么这种转型正义的一种电影在韩国的一个国内没有造成两派之间的一个对立跟对阵？其实我们台湾跟韩国其实非常非常像，我们台湾有蓝绿之间的一个对立，韩国之间也有朝野之间的争议，对，也有他们叫做自由跟保守，保守就是过去的军人政府，那自由就是所谓的一个民主派哈，他们之间的一个对立哈。那为什么这种对立不会影响到电影的一个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们转型正义的一个落实哈。其实韩国的一个转型正义呢，从2000年之后，这些陆陆续续哈，它已经做的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的一个深耕，非常的一个什么落实。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正义其实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什么一种共识。那当然呢，有没有反扑的力量？一定有反扑的力量。
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哈。其实，在朴槿惠时期哈，他就针对了一个什么？因为朴槿惠的父亲就是当时现在转型正义要改革的那个对的那个朴正熙，所以他当时呢上台的时候，他就去修改什么韩国的一个历史上的历史教科书，他把历史教科书，他觉得历史教科书对那个什么对他父亲的一个描述是不公平、是不公正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韩国的历史教科书来编撰来收归国有，这个也是造成非常大的一种什么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种对立的一种声音，只是呢这种呢所谓的一个什么反改革，也就是反转型正义的这个力量，其实在韩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弱了哈，特别是在那个文在寅上台之后，整个的一个风向，包含那个年轻人等等哈，他的整个风向其实已经是什么？其实已经改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大。所以说，老师，你说这种韩国人对他们这种转型正义啊，包括说比较落实在电影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并不反感了。对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种反感哈，而且呢，他们的一个票房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如果你想象，如果我们台湾如果是播了一个白色恐怖的一个电影的话，那可能电影场外就有两派在那边所谓的一个对立了哈。但是呢，在韩国呢，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一个产生。那他们的一个转型正义，其实呢，他们不是针对个人，他们是针对过去的一个历史，这是针对过去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政权所做的一个什么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哈。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已经成为着一个什么韩国国内的一个主流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什么，也就是转型正义上面的一种共识。那当然呢，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包含从总统的一个理发师，包含的一个那个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哈，其实背后也都是什么，也都是韩国的文化振兴业在背后在，也是国家力量在推动，也是国家的一个力量在什么在推动，因为他觉得这一段的一个历史必须要让韩国的一个人民来去知道哈，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什么韩国的一个政府背后，其实他有计划的来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那他们之前的这些支持这些朴正熙啦、全斗焕这些人，难道没有反弹吗？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军人政府呢，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啊，就是他们支持的朴槿惠，现在已经入狱了，好，而且呢，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军人政府所谓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力量，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弱化，而且呢，他们从过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意识形态之争，或是所谓的一个历史之争，现在已经开始呢，慢慢的转向所谓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路线，或是南北韩之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之间的一个争议，所以转型正义的一个落实，把他们整个的一个矛头从过去的一个历史转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哈，最近可能主持人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全斗焕，我们都知道他1993年的时候，那被当时的一个金泳三，然后来去那个逮捕入狱哈。那后来虽然被金大中给特赦了，但是韩国政府呢，今年呢还在什么？还在追究嘛？对，还在追究他的一个什么？还在追究他的一个财产哦。也就是说，一个总统呢，他犯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贪污罪。韩国的一个转型正义是什么？他的一个追究是没有期限的哦，随时都可以去什么？只要他有新的财产，随时都可以什么？随时都可以去查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韩国他把整个的一个转型正义呢，他把它给落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来去学习的。而且呢，我们台湾现在最缺的就是对过去的那一块有没有影像可以把它给表达出来，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一个论述必须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而且韩国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不论是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或者是那个总统的一个理发师，他所谈的那些历史的事实跟历史的一个背景，很特别的是什么？连保守派他都觉得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陈述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好，谢谢。但是今比上半场内容，下半場呢繼續係關心一下日本嘅文化產業同埋文化地位表現出來嘅日本社會，你可能有繼續關心。
观众朋友在转到讨论嘅现场，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看那个作品，我们讲那个日本嘅漫画。抢到嘅来宾呢，恐快美系金泰嘅财政家高秀。那时候下半场我们聊聊这个日本的漫画。是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图像产业对人心的影响力反而更大更厉害。对，那其实我从小也是看这个日本漫画长大的，很喜欢。我因为看《灌篮高手》喜欢打篮球，因为看柯南认识一些科普的知识。是，对。那其实日本的漫画的那个渲染力其实非常强的。是。那他们到底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甚至呢，是不是全球就这么一个国家，对这个产业这么支持？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啊，哈，我们现在常常在看说，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啊，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漫画，但是为什么现在不看了？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在日本，你在电车上常常看到呢，年纪很大的他还是在看漫画，哈，50、60岁的，为什么他还在看漫画？那我们呢，只要念高中的时候，你在看漫画，妈妈说你不念书，然后整天都在看漫画，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日本的一些漫画的一个内容跟题材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及不了解哈。那个其实呢，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日本呢，大概就是除了柯南，还是所谓的海贼王，然后甚至还有之前的什么老点的七龙珠嘛，什么七龙珠、天才小钓手，什么运动漫画、少女漫画。其实呢，日本从80年代之后，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什么写实漫画。专业性的一个漫画，实用性的一个漫画。那这些漫画呢，让很多人在看漫画的时候，其实跟看书是一样的。所以呢，相对的就把什么看漫画的一个年龄层呢，就把它给大幅来提高了。他们把漫画当成是一种图像小说在看吗？因为呢，那个日本人知道，就是说我们对于图像的一个吸收能力啊，一般人对图像的吸收能力跟那个文字，其实我们对图像的吸收能力呢，相对的是比较高。所以呢，日本大概就是喜欢用图像来去表达。而且他发现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直到现在，日本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选举公报、选举手册还是用漫画画的，因为大家就一目了然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日本漫画工业呢之所以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这一本这个什么岛根作，其实是日本有史以来它的一个什么漫画销售量最高的，一直到现在卖了多少？4000万本。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很难想象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数字，而且在短短的多少？短短的25年当中，它卖了什么4000万本。而且呢，它里面的一个内容，其实谈到的就是一个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一个年轻人他步入社会，然后在企业当中，然后呢一路从一个青年岛根座，职场生死记啊，慢慢到社长岛根座去，然后当上了一个社长，这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梦寐以求。而且它里面呢用了很多的一些写实的一些东西，把它给元素把它给加进去，所以它里面谈的是有点什么，有点跟实际社会接轨。然后只是要用漫画来画出来哈，所以呢，最近呢，这个岛根作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日本人非常喜欢台湾，所以这个作者呢，他最近出了一个台湾版，是有史以来他的一个系列唯一对一个国家来做专论，台湾版哦。然后里面呢谈到了101，里面谈到了永康街小吃什么等等，所以呢，很快的就把台湾的一个什么美食、台湾的一些文化，还有台湾的一个龙山寺的一些庙宇等等哈，把它给带到日本去。这个呢，比台湾的观光局呢在做所谓的一个推销，在做什么？都更有效果，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它的一个漫画非常强的一种什么的一种散播力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日本的一个漫画不太像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一些少女漫画或是运动漫画，它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些题材来去做哈。那这一本红色的这个是。谈历史，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台湾如果要谈历史，就是一个历史的书，然后全部都是冷冰冰的文字。但是他用漫画来画出来，日本60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昭和史。日本最近要换天皇嘛，他在谈那个什么60几年的一个就任60几年的一个昭和，他整个60年呢，他用漫画把它给画出来。所以你看，日本人呢就从这个昭和史当中了解啊，我们过去的一个历史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本昭和史呢，还是什么日本的许多大学历史教科、历史课，对的一个什么必读的一个什么指定教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日本漫画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影响力，还有呢日本的一个漫画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深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就是说为什么日本可以推动这样的漫画，台湾呢反而没有办法。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日本漫画无所不包，什么样题材都有。你要奇幻的也有，对；你要写实的也有，对；你要这种匠人文化的，对，也有，对，很特别啊。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第二类的所谓专业性漫画。专业性漫画呢，他就谈到了什么？神之拿是在介绍什么？红酒，就要介绍红酒；夏子的酒就要介绍日本的清酒。然后甚至还有酱太的寿司，教你怎么去做寿司。有些在谈那个老人问题，什么照护士的问题，一大堆。黄昏流星群在谈什么？现在的一个日本高龄化的一些所产生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的一个漫画其实是什么？它的一个题材其实是无所不包。其实在日本呢，看漫画其实跟看书是一样的哈。日本现在的副首相麻生太郎哈，他本身就是一个漫画迷，他最喜欢看的就是他最喜欢看的就是什么岛根作。所以呢，他在之前在那个什么2007年他在当首相的一个时候，他就把岛根作当成是送给国宾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最能代表日本，而且呢，你不要小看岛根作呢，很多的一些什么台湾的出版社啊。把岛根作在漫画里面所讲的话，既然能够出书，变成什么岛根作语录之类的吗？岛根作成为成功男人的80准则。你看他把里面的他的一些话，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什么企业管理上的一个圣经，职场生存指南。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很多日本的一个漫画，还有日本的漫画家，其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这个漫画来去加强它的一个深度跟它的一个现实度。老师，那我们看，其实日本漫画这样题材，其实我的印象中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日本前首相现在副首相麻生太郎，他就是漫画迷，把漫画当成礼物送。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之前去关西机场，然后去他的那个机场的休息室，休息室里面摆的就是。漫画竟然比那种杂志、比那种正经书还多，对，摆在国门，就让那个要休息的旅客来看。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对啊，这个漫画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到这种地步。对啊，所以我们到电车上去看，不论男女老少，他都是几乎都是在看漫画。也许过去是纸本的漫画，现在是在手机上滑漫画。他们看的都是一个什么漫画，而且这个什么，他们对于影像的一个发现、传播跟接受的一个程度，其实是越来越高哈。那我们到那个日本的那个 7-11，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几乎都是连载漫画哈，所以还有那个日本的一个书店，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卖的不是文库书，就是漫画书哦。而且现在最近呢，日本为了要那个很多出版社已经开始出漫画的文库本，也就是小本的，就是你直接在电车上小本的方便翻阅。对，其实你在电车上其实就可以看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日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漫画，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风行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呢在思考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漫画不只是一个什么少女漫画或是运动漫画，现在的一个漫画其实它的一个深度跟内容度，其实跟书其实都是什么，已经没有差别太。而且更容易吸收，而且更容易去吸收。所以我们在传播我们的一个，例如说我们现在要传播台湾的一个客家文化，我们也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漫画来去什么？来去把它给画出来。而且台湾很多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漫画家，其实都是客家人嘛。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去传播。然后甚至呢，有人说啊，台湾的市场太小了。其实不要只看台湾的一个市场，我们也有文化的一个传播是要看什么？是要看海外。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个文化用最浅显易懂，用这种影像，然后来去把它表达出来，让世界各国的人都知道我们台湾的客家文化。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那个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传播我们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可以从漫画当中来去借鉴的。老师，其实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其实它不但是一个强大的产业，日本政府本身也有在支持这方面吗？日本不太像
韩国的一个什么是什么？它全包，然后叫大企业。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日本呢，它的一个阶级就没那么高。我们刚刚谈到韩国，它是一个院的层级哈。那日本呢，大概就是文化厅，也就是等于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部。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民间的蓬勃发展为主了。而且日本的一个出版的一个力量跟出版本来就比台湾强嘛哈。然后呢，它利用这个文化厅，日本每年有3个很重要的一个漫画赏。第一个就是日本就是那个讲谈社，就是一般的出版社他所办的那个哈，然后一个就是小学馆，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文化厅哈，它的一个漫画3大漫画奖，你知道吗？它的头奖是多少？1亿日币。哇，它头奖是1亿的，所以每年呢，它这个3大漫画奖都吸引大概将近近100万的日本漫画家去投稿。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所以很多的一些漫画家就开始什么，就是为了要去得大奖。因为如果你得了这个大奖之后，你可能就像红间宪史，你可能就像水木茂，你以后呢，你的一个画的一个漫画是以1格来计费，画的1格来计费。所以很多的一些漫画家。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钱。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那个主持人有讲，鸟山明光缴税就好几亿日币呢。对，鸟山明成为一个什么日本缴税的一个日本有名漫画家七龙珠，他就是一个什么缴税还排在日本前几名，所以你就知道说日本他是漫画家，在把它当成是一种职业，当成是一种工作，而且还是一种高薪的一种工作，这是促使他们更努力的来去对他们的一个什么漫画的一个著作来去生产，而且来去负责。老师，那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说，从日本、韩国这种影像产业，给台湾什么样启示？我觉得。其实文化哈，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容易散播、最容易传播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个什么政令上的一个宣导，我们直接从影像、电影，我们直接从漫画当中，我们去谈到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所要表达的。例如说，那个韩国的转型正义，他就用电影来表达，大家知道光州事件是怎么样。那日本的一个什么，日本的一个他传播日本的一个文化，很多我们现在的一个台湾的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是从漫画当中来了解日本的一个文化，从岛根州就知道原来日本的一个企业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